是公视第一台，刷落来请收看咱的新闻。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4月7日 AM 新闻，我是陈志安。先看今日新闻重点。花莲地动除了剩余一家有3个也被找到，还有一对来自新加坡的翁仔某失踪，特搜队继续咧搜救。花莲天龙市大楼规栋起起，原本是惊中昼要拆，不过因为工程困难，最后是搁延到下午6点才开始拆除。王品记啊，餐厅初下香辣西门町店发生食品中毒案，有22个人食了走北去求医。新闻一开始，先来看到咱即届花莲地动登去的中环台北线临37便道，下晡是提早拍通，下晡2点开放第一波通行，对明仔载开始会开放中到12点，搁下晡4点半，一天有2个时段会使行。花莲地动造成台北线临37中环便道交通中断，经过公路局各管工务单连续5天加班关室，将伫77中道全部抢通，并且伫下晡2点到4点半开放通行。从4月3号到今天大概5天的工作时间，公务段这边有加班赶工来做抢修动作。在今天大概4月7号早上在做最后的清整还有在我们那个身后的那个快速护栏把它摆设完成之后，初步我们完成了中环边道抢通，在下午2点恢复班次的一个运行。中环便道原先是公路局机务领导的考虑，提供台中市梨山地区的民众通行，加农产品运输的对外道路。地动过了后，6.8公里到23公里，有13个所在边坡放落，其中16.4公里放落土石，车辆有4200立方公尺。工程团队克服困难，伫77中道抢通。不过，伊的考虑要地动尾，透早开有落石，对车北开始到离为止，敢若开放中到12点，加下晡4点半2班次来通行。22点后，就去看情况来调整。热胀冷缩比较容易有落实的迹象，而且我们要做巡路确认跟安全的检查，所以在早上7点的班次我们取消。在这段时间内，我们只开放中午12点跟下午4点半的班次。至于4月22号以后的状况，我们再做滚动检讨来做处理。真侪民众的车、警察车、工程车真紧开过，台北线中环公路东段沿线也伫77抢通，头一批向东铁路的车队顺利通过斯卡洞崩坑。公路局泰鲁阁工务单人员是伫路边比站来第一。记者综合报道。过来看南亚塑胶南口厂区透早是大火烧，内底300栋的塑胶原料是全部烧起来，消防拍火超过12点钟，才甲火拍花。也新北市府嘛派人去稽查，认定这火灾已经造成附近的空气污染，相当会罚500万。为附近的民众非必要就莫出门。阵阵乌烟一直穿甲半天悬，伫几多公里外都看得到。新北市泰山南林路的南亚塑胶南口厂，初七透早2点发生火灾，因为工厂内底囤300吨的塑胶原料，经销赶到现场的时阵，规个工厂拢已经火伫烧啊。经过12外点钟的灌救，一直到下晡2点25分才总算甲火拍花，不过也持续伫进行降温甲排烟。里面大概有300吨的塑胶饮料。那所以会造成空气的一些影响，在消防处、林口、泰山以及这个五股，甚至包括龟山这个地区都会受到影响。校宇表示，初步估计烧起的面积有2857平方公尺，好在再无人掉伫内底。不过提醒民众，窗门爱关起来挂水暗，因为伫风尾的南口、泰山、五股、三连堡、新庄，也甲桃园旧线的民众，可能拢会受到火氛的影响。还很远，所以我们没有味道这么重。空气有一点点味道，对，而且原本其实还没有看那么清楚，想说是乌云，走出来之后才发现还在烧。针对这个火灾，南亚塑胶发新闻稿表示，经过作业人员发现水灭火无效了后，通知消防队入来拍火。南口 CPP 工厂使用自丙烯这原料生产塑胶膜烧了后会产生二氧化碳这种无害物质。厂内救灾专员这相关人员配合救灾应变，目前无人员伤亡。工厂内底初步统计，
损失差不多 PP 原料100吨 ，CPP 模啊成品200吨，损失金额是差不多1430万。详细导火原因一甲财损爱搁调查。记者综合报道。继续来看王品机械餐厅粗虾甲香辣，伫咧西门町的2间分店，即马嘛发生疑似食品中毒案，有真侪人去食了，拢有流甲吐、走北的状况。统计已经有22个人去求医。台北市卫生局嘛派人去稽查，发现这2间餐厅的厨房拢真压榨、无清气，已经下令停业。2间业者同时间伫1楼大肆公告暂停营业，要进行内部环境的变扫。因为王品集团旗下餐饮粗瓦韩式料理加香辣和牛麻辣锅台北西门店，敢若发生食物中毒案件。台北市卫生局伫4月初5陆续接到病院的通报，有消费者食完这餐点了后发生落吐、瀉症状，到测试中毒为止，这2间餐厅总共有22个人就医通报。因2家餐厅通报就医人数已超过6人停业标准，卫生局已于昨天晚上勒令2家餐厅停业，需提出改善措施，并经卫生局审查合格、复查合格，实准复业。卫生局讲，初5就去卫生稽查，并且进行采检，发现粗瓦灶骹的喷水区、油炸机、烘台这所在环境无清气，食材也无标示分装的日期。另外，香辣也是查到食材分装无标示日期，部分的食材无提供这来源这缺失。有这2间餐厅位伫港七站楼，有专家推测，除了这食材以外，水质也可能是污染的源头。比如说，它生菜好了，食材在制备的时候，它有用水去这个清洁，但是它又没有经过后续的这个充分的煮沸消毒，那所以导致这个细菌还有残留。卫生局讲，已经分别采集病人的大便的检体、甲员工的手部检体、餐厅饮用水这检体，等待2礼拜了后，检验结果出来，就会知影讲是不是一件食物中毒案件。若属有食物中毒，会使依照10万法刑处6万以上2亿以下罚款。对此，王品集团回应讲，专店清洁消毒会配合卫生局来查明原因。记者综合报道。今仔另外一件宝林地烧食品中毒案，台版的越南毒主赛手顶悬，向检出班克类酸，即摆伫个大便内底嘛有检出来。卫生部处长王必胜是表示，可能是伊的手先去摸到，才去食到。不过嘛有医生讲，可能这个毒主赛伊本身就是无症状的带源者。宝林地烧食物中毒案上新的检验结果公布，除了越南籍大班总铺手的检体有验出邦克利酸以外，进一步采验总铺的大便检体嘛发现邦克利酸是阳性反应，暗过会检体是阴性的。推测这样子的状况，他在手部有污染嘛，那虽然他没有去吃这个主要被污染的食材，可是他可能有吃到，但是浓度很低，所以没有对他身体产生影响。王必胜表示，越南籍总铺敢若手有接触污染的食物，可能有食到真少量的毒素，不过也可能是大便出样的时阵，互环境污染，会持续观察总铺的肝功能。对这样代志有医师是伫有，可能是罕见的强性体，因为以前文献毋捌发生过这种案例。怀疑总铺可能甲伤寒玛丽同款，是无症头的带源者，无意中甲毒素喂互别人。这位厨师他的肠道是确实有能够对于此毒素呢，它的免疫状态跟这个毒素的毒性是达成一个平衡，没有让它入侵到血液，没有入侵到它的肝脏还有其他的器官的话，那这个可能就是有点类似伤寒玛丽的所谓的一个无症状带源者。根据疾管署统计，宝林地烧食物中毒案无新增加通报个案，目前也是维持34例，其中2例死亡，4例伫加护病房，3例伫一般病房，其他当厝休困。但是进前食炒面39岁女性通报个案，采检结果是阴性，拢总有32例通报案例，检验出邦克利酸是阳性。记者综合报道。过来关心咱即届花莲地震，到当时已经有13个人死亡，1142个人受伤，还有6个人失踪。目前搜救锁定了沙卡当步道，除了姓杨一家5个人，其中还有3个人也被找到。另外，还有一对新加坡来翁仔某失踪，即马特殊队继续咧搜救。来自土耳其的无人机队嘛已经加入救援。是这一队，对。经由台湾好行巴士内底影像，特殊队人员将确认到失去联络的新加坡翁仔某坐车到天上了后，有伫加东步道落车，时间就伫地震迄天早时7点20分。社工研判伫加东步道失踪的可能性真悬。那今研判在8点发生地震的时候，他
如果正常脚程40分钟，应该是可以到达1.5K 这个5间屋的部分。我们现在目前0.5K 这个大崩壁的地方以外，其实里面还有好几段崩壁。除了新加坡阿某现有一家5人，也有3人也被找到，所以讲特搜队的搜救热点继续锁定斯卡洞。搜救狗仔倒车至现场以外有真大粒的石头，影响进度也有安全问题。经过环境评估了后，这些大型的机械开入去了。统理机无人机团队头一天要执行的任务，包括是要来去天上到太管厝落单。另外，佫一个重点就是要来空中来了解这沙卡洞即马上新的状况，来协助搜救。怪手开到溪底行水路，要进入西区，一旦发现有掉伫内底的人，应赶紧将大石头搬开救人。也若统理机无人机也加入搜救行动。操作无人机进入泰鲁阁结构展开空协作业，协助记录天上一带地形地貌，经由无人机翕斯卡洞步道上新的状况，并且加翕到影像，建构假设3D 的图形，以利后续搜救行动。那么在这一波的坍塌地的时候，我们现在在搜寻这个人员。Difficult to say at this moment. We got a brief. They have already done a really great job. We will try our best, but because of the weather and terrain conditions. 除了搜救，特搜队继续协助山区民众撤退，其中伫天祥经营酒店900名民众也顺利有车转搬平安入山。就是公路段，看警察啊，接驳我们下来啊。你们通讯还是不好吗？还是没有办法联系？现在没有，没有通讯啊。经过强烈地动，无通讯掉伫山内底，就将会使平安回来，互真侪人总算是放心了。记者综合报道。这届地动是由家天龙市大楼规栋起，因为到大个一直有地动尾，原本是打算讲行中道过就要拆，不过却发现讲边仔咧拖的更牛的角度受过歹桥，最后是佮拖到下暗6点才开始拆除。花莲强烈地动了后，严重车祸天龙市大楼初5开始拆除，不过因为也有地动尾，今日当暂时停工。余震的部分就是我们比较担心的，而且靠近这个立祥饭店非常的近所以才会有赶快去装设这个型钢支撑，而且加设这个支柱。车市规划甲 H 型的更牛正到6支较波动的条，袂影响到隔壁的厝，再搁重新拆除。不过因为空间正下，时间困难，进度捌延误，到尾伫尾5点外，怪手再搁进场动工拆除楼尾顶。不过这个过程又搁发生地动。高楼住户伫地动了后，撤离前又来向外翕的画面，即马公开地板塌落去，家具当到西歪。居民感慨讲，竟然是住几60年的厝最后一面。不过传出天龙市大楼捌互打黄单，补强了后也是挡袂牢，即届毋只软卡，互大楼住户无法度接受。下晡差不多50多人来到大楼表达因的意见。从02、06到现在，我们居住的天王星大楼一直都是安全的。在04、03 7点58分，我们的大楼还是安全的，但是在第2次地震的时候，把它摇倒了。我不知道是什么原因，我们也很想知道真相，不要对我们目前已经失去了安全的家园的2次伤害。管委会注意讲，大楼补强了后，经过政府单位验收安全无问题，伊毋再继续大，所以相关的完工图已经互检方列做物证。但是网络传出2个穿雨衫的民众伫天龙市大楼前欢喜地翕相，管委会注意嘛指出，2个人毋是住户，要紧因爱出来回心礼，毋通甲灾民的苦难滴滚酸笑。记者综合报道。今仔这届起的天龙市大楼，就有人咧讲，大楼是自从2018年2月初6的花莲地动了后，都已经向打黄单，哪会当继续大？下晡管委会嘛出面开记者会，表扬讲当初地动过，都已经补强改善，确认过安全是无问题。现场上新的情形，连线互台语台记者吕尚如做伙来了解。是主播记者无情人，就伫咧花莲天王星的大楼头前，今仔日已经是大地动了后的第5天。根据气象署地动中心的统计，这个地动尾大损失已经超过700个，嘛是因为安尼，所以规个大楼拆除的工作无讲介顺利。佮再加上隔6伫更牛的位置真歹桥，一直到下晡4点了后才吐起哩，大楼6点才开始继续拆。另外，下晡大楼的管委会嘛出面驳回讲，大楼自2018年2月初6大地动轰打黄单，也毋是危楼。管委会嘛有完成改善，因希望外界莫阁生话，因比啥人讲更较想要了解讲大楼为什么会动起。上次修完单，整个修完了，
政府、县政府、建管课、技师通通来核过了，然后把黄单撕掉了，所以我们大楼是安全的。所以那边乱讲什么我们大楼围楼，不要乱讲，我们没贴过红单子。大楼前副主委表示，当初大楼改善都是伊咧负责的，自后拢真希望讲花莲地检署的勘验报告赶紧出来，让因知影大楼登记的真相。协助地检署勘验的台湾土木技术工会表示，目前勘验的施工也搁在进行，若是有报告出来，会统一对外说明。以上是记者伫花莲的连线报道，出来甲镜头交互主播。感谢上路的连续报道，继续咱来关心国际消息。讲到南美国家厄瓜多为着要甲贪污的前副总统抓起来，是直接调动官兵冲入去墨西哥的驻外大使馆去抓人，结果嘛引起墨西哥的不满，讲厄瓜多这种作为分明都是侵犯主权，宣布断交。厄瓜多首都的墨西哥大使馆外口受到大批军警包围，在搜索了后，带走厄瓜多的前副总统格拉斯引发批评。Invadir una embajada es atacar a suelo extranjero, es declararle la guerra a un país y se lo hace en medio de un capricho de un presidente sin ninguna razón ni justificación. 南美国家厄瓜多的前副总统格拉斯因为涉嫌污洗，被判刑2届了后，为去年12月开始，到秘鲁比墨西哥驻厄瓜多首都基督的大使馆寻求保护。厄瓜多当局为着要抓人，初5暗时动员军警拢入去墨西哥大使馆，将格拉斯拘捕带走，引发墨西哥政府不满。不过厄瓜多当局认为墨西哥的做法是违反干涉别个国家的内政原则， afectando así a las instituciones democráticas del Ecuador, contraviniendo claramente el principio fundamental de no intervención en los asuntos internos de otros estados. 对此，墨西哥用违反国际法、侵犯主权，宣布将厄瓜多断交。墨西哥的外交人员会离开厄瓜多，要求厄瓜多政府对退离的外交人员提供安全的保障。不过，部分墨西哥公民对政府决定是真失望。Es innecesario, creo que es en detrimento, porque si es eso que se tiene que resolver diplomáticamente, quizá. 其他中美和南美国家，包括巴西、委内瑞拉、古巴这些国家，嘛批评厄瓜多的官方拢入去大使馆抓人的行为，小听墨西哥。中美洲的尼加拉瓜嘛，伫咧伫当地初6宣布甲厄瓜多断交。公司新闻台是同朋友。今日是清明假期的最后一天，高公局有告国道1号甲国道3号就北的下晡3点开始，到下暗8点，车会上介济。也有要经过华东地区的，就要注意封路相关的消息。本局预估今天的交通量将来到111百万车公里。在国道5号部分，截至下午3点，国道5号北向雪隧的通过量为17000辆次，跟112年同期相较而言，减少约36%。北区的部分，在国一北向苗栗到湖口路段，国道3号竹山到中心、草屯到雾峰、苑里到香山路段，从下午到晚上8点都是车流量比较大的时间。高公局表示，因为花莲地动的影响，部分路段交通已经断去，所以国道5号车流是比往年较少。今年的交通整体看起来太开拢真顺，对下晡3点开始到下暗8点，就北的车会较济，可能会较塞，提醒民众都要注意。继续来看大甲妈绕境进香，昨伫咧600名警察的护送之下，半暝啊1点40分是顺利通过手桥第1级镇区中华民生地下道。不过，规个行程是慢超过6点钟，嘛创下上悬纪录。大甲妈按算行半暝啊，嘛会去到太平马、西螺、福兴宫来自驾。往前走，往前走，往前走，往前走。了人一直催紧行，大家伫南疆妈祖9天8暝的绕境，本来预定车人暗时7点半通过彰化市民生地下道，不过行程延误6点钟，一直到初7透早1点40分才到位。乱甲经过民生地下道，一直拢是全国的焦点。为了避免发生抢救的冲突，彰化县警局今年部署600个警察加910个戒毒牌，佮由44个有柔道、跆拳道专长教官组成的机动应变队随叫，有优势警力过程正平和。3000个信众沿路伫拍扑啊，佮大声喊我爱大甲妈。
苗的人评估今年是历史上上慢通过民生地下道的纪录，比2016年1点30分原纪录搁慢10分钟。主要原因是进入彰化灌溉了后，软桥卡人真侪，沿路点心站嘛侪。地动过了后，信众嘛希望妈祖会当束福。以前啊，几年人拢出来，过来就是大家吼，拄啊第五天啊第三吼，会使讲妈祖的庇佑啦，将士的庇佑，会使讲这个地人遐尼大，结果会使讲真轻啦吼，相信妈祖的庇佑，咧这台湾这个土地平安快乐。彰化初七日城有滴落阵雨，啊，毋过沿路民众真热情。伫溪州乡是有姜庙的阵头来迎接，乱甲暗时会进入婚姻关西礼殿。记者综合报道。新闻消息来看到，台南嘉义小人文化园区今年是举办儿童艺术节活动，有甲在地庙师金东店合作，规划阵头体验，希望大众会当更加了解咱台湾的信仰文化。家长甲囡仔换衫，身躯顶穿的是亚钢钉生动的服装，因要扮做上天青成的羊。这种场景伫乡口市景才看会到。这阵小人文化园区伫连假办儿童艺术节活动，其中参金东店合作，庙方提供集书衫。另外馆内有浸水式的家庭展览空间，要互囡仔用五感触别的方式，联捌家庭的艺术甲文化。有看过蜈蚣针，我们有检查过，但是我们没有做过。我们这一次要来体验看看。在那个牙缸哦，那个的波比，前面的波比，有一些像是在地宫庙文化，还有一些像是家将的我们在地的镇头文化，能够更加了解我们嘉义区在地的镇头。亚钢钉是古早咱们溪流行住民庙宇的特色顶头，最后过去沿海常在咧做大水，溪流嘛定咧改道。这种现象在地人就甲号做青梅蛇。文书工作者讲，相传亚钢的顶刷，尾就伫西港麻豆客家小人甲土城乡，拢通看到亚钢钉会伫乡顶头前咧辟邪。其中金东店的亚钢钉有201.8公尺，捌获金氏世界纪录认证过上长的，拢总有108个上天青神来造成。阮的王爷指示讲爱装天公地刷，较有够力，而且这天公地刷是先天的封神榜内底108个天公地刷，囡仔装做天公地刷的板，然后坐伫迄个亚钢病顶悬，安尼来压迄个刷吼。靠够力。各地有无同的夜店文化，小人文化园区指出，未来继续参在地庙宇做交陪，办更加侪无同形态体验活动，要互民众理解文化丰富内涵。记者李上台南采访报道。嘉义在地布袋戏团中义阁江中剧团，去年推广布袋文化嘛不断创新。因即马阁邀请到剧场的工作者做伙来举办行读活动，希望会当甲当代艺术和布袋戏合做伙，继续来发展，开展新路。伫布袋戏的实验剧场内底，来自外县市的艺术表演工作者做伙体验做草蛙粿。中义阁江中剧团表示，这个实验剧场除了是因排练的所在，未来透过课程甲工作坊的规划，替在地找到地方创新的发展机会。即马有一个用使用的艺文的空间，其实伫家己是无济。所以阮会希望讲，这个空间就是会慢慢啦，会开放互大家来使用。如果这个空间若互大家来使用的时候，安尼大家就必须要入来溪口。阮就用顺理成章来介绍溪口这个所在。在个推广计划当中，除了有现代剧场的分享课程，阁有安排行读的体验活动。计划主持人表示，溪口伫家己县来讲是一个较无受到人注意的所在。透过这个计划，希望替溪口带来改变。这些外地的艺术家来到这个地方之后，他可以想象这个地方有怎样的一个可能性，然后透过演出去吸引让在地观众重新认识自己大爱所在。亲手去接触这些文化的东西的时候，在地的一些点滴的时候，其实就是真的是开始认识这个地方，而不是它就不是只是个空间，不就是一个老乡镇，它就是开始的它的故事跟它的历史就慢慢的浮现出来。当一个江中剧团指出，在地剧团应该爱甲在地有连结，在连结的过程当中，重新的是在这片土地，唔但记录地方的历史，嘛带动文化的传承甲产业的发展。记者林慧婷嘉义报道。明仔天气啥款来看详细资料。北部地区20度到25度，
中部地区21度到30度，南部地区22度到33度，东部地区21度到29度，外岛地区14度至27度。各未来3天的气象。感谢你收看今日 AM 新闻，我是志安。稍等下，请继续收看台湾技术部，明仔载同一时间，咱再会。